守得雲開不見月明第一章。我呢就係舊式人，咩愛唔愛啊？呢啲我唔識講。但係呢，我克勤克儉，節衣縮食，我買咗3層樓喎。你唔使擔心要養我㗎喎。同我結婚，你仲有啲咩要考慮啊？我都已經52歲啦，我哋由23歲開始就認識。你話你中意我，但係因為責任，然後你同佢結咗婚。你話你同佢冇感情，真正中意嗰個人係我，然後又同佢生咗2個仔。你話你同佢離咗婚之後就會同我結婚，而家婚都離咗10年啦，你仲唔娶我？你仲喺度等咩啊？我呢一世人就係俾你咁樣拖死咗啦。呢一個係劉秀英嘅故事，但係佢故事嘅脈絡就係好似上面咁樣所講，其實3言2語就講晒㗎啦。但係裡面拆開每一個細節都係愛情陷阱，劉秀英就係咁樣一次又一次咁樣墮進呢一個陷阱入邊，而且仲係同一個陷阱，徘徊喺無數個生天同埋深淵之間，乃至於誤咗終身。秀英只有小學程度，佢生喺一個好保守嘅潮州人嘅家庭，重男輕女。秀英小學畢業，佢阿媽就要佢出嚟做嘢，幫忙養家。就算秀英年年考第一，學業成績非常之優秀，佢好渴望可以繼續讀書，而且學校嘅校長亦都出面勸佢阿媽俾佢繼續學業。但係因為佢屋企人口眾多，阿媽又冇乜見識，冇睇清楚佢幾個仔都唔係讀書嘅材料，從2進1咁樣，而夾硬叫阿秀英去工廠返工做車衣嘅女工。呢一個恨，秀英到而家都仲未釋懷。當時咧係咁樣嘅，秀英有一個阿哥，一個家姐，下低咧仲有2個細佬，2個女咧小學畢業就被逼出嚟做嘢啦。哥哥同2個細佬咧，就算成績差到不得了，父母咧都繼續俾佢哋返學，尤其係阿哥，比秀英大4歲。秀英讀6年班嘅時候咧，阿哥先至讀中一。呢一個保守嘅潮州人家庭，秀英除咗要返工，仲要照顧全家嘅起居飲食。男仔咧就肯定咩都唔使做噶啦，飯嚟張口咁樣。阿媽咧就忙住返工，亦都冇時間去做家務。家姐咧就比較大，自然咧就會識得去蝦人啦。通常放咗工之後咧，家姐都唔會返屋企，就同佢啲朋友去玩啊，去睇電影啊咁樣。只要有錢攞返屋企，佢阿媽咧亦都唔會再講啲乜嘢。咁樣咧就一家大細嘅起居飲食啊，所有嘅家務啊，就由秀英嚟負責啦。每日朝頭早咧，佢就返工之前要煮早餐，中午休息嘅時候咧，返到屋企仲要煮飯俾2個細佬食。放咗工之後咧，仲要去買餸煮晚餐，然後洗碗啊、拖地啊，一家大細嘅衫啊，嗰個時候咧係冇洗衣機噶。往往咧，阿秀英咧每日做到夜晚11點幾先至可以瞓覺。哥哥同細佬嘅生日，父母咧都會帶佢哋一家人咧去餐廳食大餐，而秀英嘅生日咧就唔會有人記得嘅。阿媽咧從來都冇買過一件新衫俾阿秀英，佢着啲衫咧全部都係家姐唔啱着留低嘅舊衫。佢喺呢個屋企入邊嘅價值，好似就淨係識得賺錢同埋做家務，冇人 care 過佢嘅感受。咁秀英同佢屋企人有冇親情啊？似乎都係冇乜親情。咁樣嘅生活，咁樣嘅待遇，點可能有親情呢？但係嗰陣時啲人都好乖嘅，就算點樣冇親情法，都會以家庭為主，絕無異心。一份人工全部都交俾阿媽，自己咧每日咧仲要同阿媽攞零用錢去使。一直到咗16歲，幾經爭取之下，先至得到阿媽嘅同意，喺明愛修讀咗一個夜校嘅初中課程，秀英先至勉強取得咗初中嘅學歷。欲知後事如何，敬請期待《守得雲開不見月明》第2章。